腦刺激我聽到腦刺激，即係聽過未啊？未係啊。咁腦刺激係咩嚟啦，朱博士？係腦刺激咧，係一項通過脈衝嘅磁場啦，以一個無創嘅方式去刺激我哋腦裏邊神經細胞嘅醫療科技嚟嘅。點解腦刺激係可以去醫治抑鬱症？其實個原理喺度做緊啲乜嘢咧？係正常情況下咧，我哋嘅腦部前額葉咧係可以對我哋嘅腦部情緒區咧起到一個有效嘅調節嘅。即係呢度，佢呢度係可以溝通到有來有往咁嘅意思係咪？係嘅，係嘅，係啦。但係萬一有抑鬱症嘅患者咧？嗱，抑鬱症患者咧，其實就有腦掃描研究係睇到咧，其實佢哋個左腦嘅背外側前額葉呢個地方咧，佢嘅新陳代謝活動係慢咗嘅，咁啊令到佢係未能有效去發揮佢調節腦部情緒區嘅功能啦。就變咗。如果用腦刺激治療咧，就可以利用一個高頻嘅脈衝磁場咧，係對我哋個左腦嘅前額葉進行一個活化嘅，令到佢可以回復翻調節我哋腦部情緒區嘅一個功能，而達至治療抑鬱症嘅作用。小紅書